超過40年 H 型公屋嘅單位啊，做一個少一個啊，420尺嘅單位點樣規劃到3房1廳呢？咁我哋由客廳出發，今次係觀塘嘅樂華北村，咁地下咧就選用咗一個白色雲石紋嘅地磚啦，牆身就用咗米白色，咁啊訂做咗電視櫃同埋鞋櫃，跟住逐間房拆解啦。首先就係第一間房就訂做咗張雙人床同埋橫吊櫃。咁嚟到第二間房啦，咁因為單位咧超過40年啦，就比較多名喉，咁所以訂做家私嘅時候咧，都花咗啲心思將啲喉包翻住佢嘅。咁呢一間房就係一張單人床同埋吊櫃啦。咁嚟到尾房啦，趟門嘅設計咧就令到出入位咧就更加方便啦。咁啊呢間房就做咗張雙人床啦、吊櫃同埋一個書台組合櫃嘅。咁呢間房咧因為舊公屋啊，咁啊加翻一個趟窗。咁舊款嘅公屋咧就冇咁多位置放冷氣機嘅。如果你係呢一種類型咧，可以同我哋私訊下。咁最後嚟到廚房啦，就選用咗白色嘅廚櫃啦，台面就用咗一隻白色雲石紋嘅石英石啊。咁原裝咧就係一個石屎爐做啦，咁今次冇拆到嘅，但係都可以做翻櫃桶啦，同埋加翻龍門架，照樣有大量嘅儲物空間嘅。無論係新型舊型嘅公屋居屋單位，我哋都可以幫到你啊！